絲綢之路最神秘嘅王國樓蘭係點樣發現嘅呢？游離之湖羅布泊而家去咗邊呢？有千幾年歷史嘅龜茲音樂流傳到今日，點解仲咁有吸引力呢？漢武帝最中意嘅烏孫馬，佢嘅家鄉喺邊度呢？蒼蒼山隱隱，茫茫途路，沙灰灰，樹掃掃，白白野草，深深思，細細看，共覓成塘看號。戈壁灘沙丘間，亭亭看風，邊關中野照裏，盈盈送土，找心跟我與你，共覓面前大道。湖畔上前路，同攜尋正道。西安啊，敦煌拉直線23點。點啊，羅主教，你又喺度揾咩資料啊？哦，今次我唔係揾資料喎，我只係度一度，我哋由第一集開始啊，西安去到敦煌，究竟我哋行咗幾遠啫？計緊啊！你唔使度得咁辛苦啊！嚟，我過嚟，我話俾你聽，係咩？嗱，我哋由西安開始啊，係，然後就經過咗黃河，進入河西走廊，係啊，咁啊經過武威、張掖、酒泉，就去到敦煌。呢一段路程咧，全程大概係2000公里左右啦。2000公里。嗱，咁由敦煌啊去樓蘭呢一段路有幾遠呢？呢段路就大概400公里左右。400公里。如果揸車嚟講，10個鐘頭已經揸完㗎咯喎，咁好容易啊！啊，咁你又唔好睇少呢400公里喎，可能你行一世你都行唔到㗎喎。點解？咁樣古人咧就曾經咁樣形容呢一段路啊，佢話行旅期間難忘生還。咁啊，即係有命入冇命出咁嘅意思？係啊，一啲都唔誇張噶。晉代有一位法顯大師呢，佢就咁樣形容呢一段路。佢話嗰度有一種熱風，嗰啲熱風，如果啲生物俾佢吹過呢，都幾難生還。天下間真係有咁難行嘅路？好，就上去睇下係咪真係咁難行，試試先。嗱，羅志強，如果你自己去呢，你唔好俾我批中啊！點啊？你一係就渴死，一係就熱死，你永遠都去唔到嗰度嘅。有乜理由啊，King Sir？我唔怕辛苦噶噃，有乜可能我永遠都去唔到嗰度呢？嗱，因為嗰度呢係中國高度嘅軍事禁地嚟嘅，聽講呢仲係核彈試驗地區添。咁你冇咁容易行得到嗰度附近嘅。哦，原來係咁嘅。我啱啱同一個絲路嘅旅行家傾過，佢個女仔嚟嘅，佢就話呢，去嗰個地方呢叫做英蘇，就啱啱喺樓蘭正西100公里嘅啫。去到咁近嘅地方都去唔到樓蘭啊！你話真係咪可惜㗎啦嚇？不過咁你呢個朋友都算叻㗎啦，能夠去得到嗰度嘅香港人呢，唔係好多個嘅啫。咁啊係。今次攝製隊由敦煌去樓蘭，卒之去唔去得到呢？佢哋當然有啲唔同啦，因為佢哋有中國軍隊嘅支持，同埋呢又有啲現代化嘅設備。咁啊，為咗要完成呢一段拍攝嘅旅程呢，任何嘅困難，佢哋都要設法之克服嘅。2000幾年前，有一個昌盛嘅王國喺沙漠當中消失咗。呢個王國就係樓蘭。樓蘭究竟喺邊度呢？據講喺沙漠當中有一個好大嘅湖，呢個湖好似有一對腳咁，有時從北到南，有時從南到北，隨意咁走動。呢個就係會移動嘅湖羅布泊，而樓蘭就係喺羅布泊嘅西岸。樓蘭王國喺絲綢之路嘅歷史當中係最神秘嘅一個謎。中日共同攝製隊而家出發去揾絲綢之路呢一個最神秘嘅地方，去找尋樓蘭王國必經之地，就係陽關。喺呢度以西嘅地方，聽講係中國核彈試驗嘅基地，於是更加為找尋樓蘭王國呢一個旅程增加咗神秘感。攝製隊要求中國軍隊協助，領隊係解放軍嘅團長達興文。達團長好熟悉呢度嘅地理環境，亦都有豐富嘅作戰經驗。
其實攝製隊所行嘅路呢，並唔係正式嘅道路，只係軍事地圖上邊畫出嚟嘅一條線啫。去樓蘭嘅道路，究竟係幾時喺沙漠當中消失嘅呢？離開陽關110公里之後，攝製隊就嚟到呢一個後坑村。呢條所謂村，其實只係得2個牧羊人嘅。佢哋好高興，因為呢1年嚟，攝製隊係佢哋第一批嘅客人。攝製隊仲同佢哋買咗好多雞蛋，同埋一啲羊嚟到作為佢哋旅途上嘅糧食。而佢哋亦都係攝製隊今次喺旅途上邊見到嘅最後2個人。沙漠行車係非常之困難，塵土飛揚，視野模糊。司機都要戴咗口罩先至可以抗拒啲風沙。車胎經常行下都會陷咗入去啲沙堆入邊。所以話咧，行沙漠咧，現代化嘅交通工具咧，未必適合嘅。係咩？我諗都係要沙漠之舟駱駝先搞得掂。嗱，羅志強，如果你去新疆嗰啲沙漠嗰度遇到啲咁嘅情形，咁你點辦咧？打電話叫拖車啦。我諗不如咁啦，揾10隻8隻駱駝咧，拖翻架車上嚟，繼續去。你哋講笑咩？喺嗰啲咁嘅情形之下，邊度揾10隻8隻駱駝出嚟啊？嗱，不過咁，我哋香港有位朋友呢，就去到新疆沙漠嗰度，就係遇到啲咁嘅情形啦。咁點啊？咁當時呢，嗰啲搭客呢就落晒車，然後呢就攞咗一支護陽木，攝咗喺個車底嗰度，咁然後一開，咁就開過咗。哦，用個木攝住個車胎又上得翻嚟㗎。哈，簡單喎呢樣嘢嚇。講開又講啦，你有冇揾到香港人去過樓蘭嘅資料？我真係一個都未遇過喎。不過咁，我有個朋友雖然去唔到樓蘭，但係都近。其實樓蘭咧就去唔到啦，我哋只可以去到咧佢哋樓蘭大約100公里嘅一個地方，就叫英蘇。咁當時咧望過去向東望過去咧樓蘭嘅遺址咧，睇起上嚟即係嗰條路唔係真係咁難行嘅，即係好平坦啊，好成咁樣樣，即係而得自己咧真係徒步自己行過去啊。但係講真咧，實在做唔到呢啲咁嘅事幹。攝製隊繼續佢哋揾樓蘭嘅旅程。呢啲叫做刀刃陵，一塊一塊好似尖刀咁嘅石頭鋪滿咗喺路面嗰度，令人不其然咁諗起陰間地府嘅刀山。攝製隊嘅車胎亦都難逃劫數，俾呢啲咁嘅尖石吉穿咗。突然之間，前面好似有一隻嘢喺度走，係咩嘢嚟呢？哦，原來係一隻鹿。有一個士兵即刻就追上去，一槍就打中咗嗰隻鹿。喺沙漠當中好少有咁大隻鹿嘅，呢個意外嘅收穫令到大家都非常之高興。攝製隊同解放軍司令部通訊，報告方位同埋等候指示，因為呢一段路呢係屬於軍事禁區嚟。其實中國軍隊都好尷尬嘅，一方面要幫助攝製工作，另一方面又要保持軍事機密。入黑之前，啲攝製隊喺度紮營。今日已經係第3日。呢度離開陽關只係200公里。
喺攝製隊前面係一片壯觀嘅沙漠景色，叫做風化土堆，又稱為雅丹奇觀。呢啲係大自然經過幾千幾萬甚至幾十萬年雕琢而成嘅藝術作品。攝製隊叫呢啲做塔克拉瑪干沙漠嘅獅身人面像，亦都有人叫佢哋做樓蘭王國嘅守護神。呢一片白色嘅沙漠叫做白龍堆。其實呢啲係一堆堆白色嘅岩鹽排列成為好似龍嘅脊骨咁，所以就叫做白龍堆。白龍堆曾經係絲路商旅嘅死亡陷阱。攝製隊喺呢個睇落毫無生命嘅地方，發現到一個證據，證實有人曾經到過呢度。呢啲係唐玄宗時代鑄造嘅銅幣，開元通寶。呢度總共有300幾個銅幣，大概有2000克重，撒到一地都係。呢啲錢幣係要嚟做咩嘢嘅呢？係咪要嚟買西域嘅天馬呢？或者係攞去樓蘭發俾啲士兵嘅軍餉？不過無論點樣都好，攝製隊證明咗一樣事實，就係喺唐朝嘅時代，仲有啲商旅行呢一條路。King Sir啊，原來絲綢之路真係有錢執㗎喎。係啊，你唔好以為絲綢之路冚唪唥都係風沙，其實絲綢之路呢都有好多寶物嘅。係啊，如果你沿住頭先好多錢幣嗰條路一路咁去呢，去到樓蘭，你仲會揾到好多寶物添。不過 King Sir 啊，你講係容易啫，一片沙漠又冇目標，好難揾到樓蘭㗎。咁啊有一個好明顯嘅目標，如果你揾到羅布泊湖呢，咁樓蘭就喺羅布泊湖嘅西岸。哦，咁就易啦！羅布泊湖咁出名，而且仲係中國第2大鹹水湖添，揾佢容易啦。好啦，好啊，一陣間你即管揾俾我睇下嚇。北緯40度半，東經90度半，明明喺度㗎。羅布泊湖咁大個，冇理由會失蹤㗎噃。係就係喺度啦，不過你又嚟遲咗啦。咩嚟遲咗？你嚟遲咗83年啊83年？啊，你唔記得咩？羅布泊湖係一個會移動嘅湖啊嘛。哦，咁而家羅布泊移動咗去邊度？呢層我都唔知啊，我哋去揾下啦。羅布泊名聞中外，係中國第2大鹹水湖，佢嘅正確位置一直都係歷史上嘅謎。究竟佢喺邊度呢？羅布泊一般人話佢係一個神秘而又具移動性嘅湖。喺歷史上，呢個湖移動過3次，佢個移動範圍呢係介乎39度到41度之間嘅。有一個瑞典嘅探險家斯文克定，為咗要找尋真正嘅答案，喺1900年實地去到羅布泊湖。佢喺現場測度咗羅布泊湖喺經緯度嘅正確位置，於是佢大膽咁創立咗飄蕩之湖嘅理論。佢話，由於湖泊中嘅沉澱不斷咁堆積，湖泊嘅底部就逐漸上升，而湖面嘅沙漠呢，因為風沙嘅侵蝕，就逐漸下沉，一直到低過湖面，湖嘅水就向低處流，於是就形成咗湖泊嘅移動。斯文克定佢話，湖泊會周期性咁由南到北，又再由北到南咁移動。過咗34年之後，斯文克定
又再去一次實地探測羅布泊湖，佢嘅預言完全實現咗啦。佢話：上次我爬船先至過得嘅地方，今次呢坐駱駝都可以過得啦。羅布泊喺中國歷史上發生過好多次嘅移動，佢嘅移動呢係同孔雀河嘅改道有好密切嘅關係。流入呢個湖嘅河流咧，係叫孔雀河啊。咁咧，佢係具有含沙量大，就蒸發量大，就水量少，而又咧一旦流入地勢低平嘅地方嘅時候咧，佢就會容易咧係產生淤塞。由於淤塞咧，就會使到啲河水泛濫，而重新咧係會揾咗另外一條嘅河道，去到另外一個低平嘅地方咧積水成湖噶。咁呢個就係羅布泊點解會移動嘅原因。攝製隊冒住風沙，繼續嘗試去揾羅布泊。呢個湖之所以受到世人嘅注意，係喺1867年有一個俄國嘅探險家去到嗰度，佢話中國歷史記載羅布泊嘅位置係錯咗，應該係喺偏南100公里先至啱。但係德國嘅地理學家李希普芬呢，佢就唔同意啊！佢話羅布泊嘅正確位置喺中國嘅歷史書上邊係冇記錯，係喺北面，唔係南面。於是呢個喺正亞洲中央嘅湖，就喺歐洲嘅地理學會上邊引起咗好大嘅爭論。呢一場爭論，由於斯文克定嘅出色理論，就宣布結束。喺中國軍方協助之下，攝製隊繼續去找尋羅布泊。根據《水經注》嘅記載，古代嘅羅布泊湖面有300里咁闊，而且湖水非常之清，水位穩定，夏季同埋冬季嘅水源係一樣咁豐富。樓蘭喺呢度建國，開渠灌田，種植小麥同埋大豆。呢度的確係一個富庶嘅地方。但係到咗六朝，羅布泊周圍嘅環境已經發生咗變化，樓蘭於是被迫放棄，絲路亦都要改道。從此人類嘅足跡就喺呢度消失咗啦。北緯40度30分，東經90度30分。攝製隊嚟到斯文克定喺1900年嚟過嘅地方，呢度應該就係羅布泊嘅位置啦。但係點解一滴水都冇？地圖測定嘅位置絕對冇錯。攝製隊喺地下掘咗幾下，就發現到有岩鹽。呢度就係史記上邊記載嘅鹽澤。羅布泊喺古代稱為鹽澤，冇錯啦。呢度就係羅布泊。但係點解見唔到湖水嘅呢？羅布泊又移動咗去邊度呢？攝製隊喺度分析啲地圖。孔雀河嘅上游已經做咗水壩，大概因為水壩，所以啲水唔再流入羅布泊湖啦。
高度可以。我这个麻将机的高度测不出来这个地。方的高度啊，现在是1046。104，拿这个。攝製隊得到中國軍人嘅協助，用直升機沿住孔雀河喺度揾樓蘭嘅蹤跡。研究地圖。直升機向正西方飛行咗300公里。呢度就係孔雀河嘅上游，河水滔滔，水量豐富，佢係羅布泊嘅唯一水源。呢條河嘅水源係嚟自天山山脈嘅積雪，河水向東迂迴曲折咁流。而家嘅飛機一路飛向下游，咦？點解孔雀河嘅河水漸漸少咗嘅？呢度距離羅布泊仲有100公里，但係水流已經消失咗。以前呢度曾經係一道綠波。點解而家會變成寸草不生嘅荒蕪之地呢？劇烈嘅地理變化真係令人震驚。呢啲地方睇嚟好似係一片廢墟咁，係唔係樓蘭呢？唔係啩？樓蘭國王喺古代號稱為萬王之王，佢嘅國土點會破落到咁呢？呢度到底係唔係樓蘭呢？羅布泊湖雖然乾咗，但係咁都好，起碼揾到佢乾咗嘅湖床啊嘛。啊，不過弊啦，經常。咁樓蘭呢？樓蘭應該喺羅布泊湖嘅西岸㗎噃，而我本來個目標就係揾樓蘭㗎嘛。樓蘭呢，雖然唔係好似羅布泊湖咁會周圍走啊，但係佢個命運同羅布泊湖都差唔多。點解？咁啊好簡單嘅啫，有水源嘅地方呢，就有綠洲，有綠洲嘅地方呢，就有人煙，有人煙嘅地方就有城邦。哦，係噃，羅布泊水源乾咗就冇綠洲啦，冇綠洲就冇人住，冇人住咁啊，梗係冇樓蘭啦。哈！我諗呢一世都揾唔到樓蘭。咁啊唔係噃，我哋一定要揾到樓蘭。攝製隊喺飛機上邊見到嘅遺跡，應該係樓蘭。冇錯啦，係樓蘭。而家等我哋睇一睇古代顯赫一時嘅王國，而家變成點樣？樓蘭王國喺2000幾年前曾經係一個非常之繁榮嘅綠洲，佢喺絲路交通上邊亦都佔有地理上邊嘅重要位置。據講呢一座用泥磚造成嘅房屋，以前曾經係漢朝駐紮喺呢度嘅軍隊司令部。
樓蘭係當時漢朝同匈奴互相爭奪嘅焦點，因為控制樓蘭就可以控制絲綢之路。當時好多年青人離妻別子，被派遣嚟到樓蘭駐防。長安距離呢度大概係3000公里，出咗陽關同埋玉門關之後，仲要向西行400公里，先至嚟得到呢一個陌生嘅樓蘭。對漢朝嘅士兵嚟講，樓蘭係一個遙遠嘅地方。眼前一片死寂，人馬絕跡，似乎好難令人想象得到佢昔日嘅繁華風光。根據《漢書》嘅記載，當時樓蘭嘅人口係14100人，有2912名士兵，佔人口1/5。呢件喺樓蘭出土嘅文物係一封信嘅草稿，係一個叫做超濟嘅男人寫返鄉下嘅信。信裏邊咁話：我住喺呢個遙遠嘅地方，要離別弟妹同埋兒女，唔知屋企嘅人夠唔夠食糧同埋衣服。古城周330米，呢度係城中心，可能係國王嘅府邸。用胡楊木造成嘅大柱，經歷咗1800年嘅風沙，而家睇嚟仍然好實淨。考古人員工作不忘娛樂，佢哋話：我哋要重建樓蘭王國。當然，呢個只係夢想嚟啫。攝製隊喺樓蘭以北大約70公里嘅一座土丘上面，發現咗一個奇怪嘅遺跡。呢個地方，斯文克定同埋史坦因都未曾到過。嗰啲打入地面嘅木樁，全部係用胡楊木所造成，形成咗7個圓圈。木樁完全打入地面，重重咁圍住，好似係用嚟保護中間一啲嘢咁。考古學家研究一番之後，估計呢個地方可能係侯王貴族嘅墳墓。考古學家好興奮、好緊張咁等待埋藏咗2000年嘅古物出土。係咩嘢嚟嘅呢？係一個男人嘅遺骨，啲牙保持得非常之好，骨骼亦都好完整。兩隻腳好長，佢嘅特徵
顯示出佢係印度人嘅後代，可能係樓蘭統治階層嘅重要人物，或者佢仲可能係樓蘭王添。咦？呢副棺木咁細嘅，會唔會係埋藏咗一個 BB 仔呢？真係喎！棺木裏邊枕頭嘅旁邊放咗一個裝住食物嘅籠。真係奇妙，經過咗2000幾年，嗰啲小麥仍然好似新鮮嘅咁，冇腐爛到。會唔會係佢媽媽怕佢喺陰間肚餓，所以俾啲小麥嚟陪葬？個棺材好似船底咁嘅形狀，會唔會係因為樓蘭喺羅布泊湖附近，所以佢哋對船有一種特別嘅愛好？個 BB 仔外面包住一層駱駝皮，好似係為咗保護佢幼小嘅身體，令到佢唔使俾嗰啲強烈嘅北風吹到。考古學家又發現咗一具乾屍。呢個乾屍身高155厘米，因為氣候非常之乾燥，所以仍然保持得好好。屍身纏住3層非常之名貴嘅絲綢。呢一個梗係樓蘭嘅貴婦。據講，當時男人娶妻嘅時候，照例要送一條灰色嘅羽毛俾佢嘅新娘作為信物。而家呢一個乾屍頭髮上邊所戴住嘅羽毛，仍然清晰可見。君不聞胡笳聲最悲，只厭綠眼胡人吹。吹之一曲猶未了，愁殺樓蘭征樹兒。樓蘭王國同羅布泊湖一齊成長，一齊繁榮，亦都同羅布泊湖一齊消失，一齊滅亡。中日攝製隊懷住依依不捨嘅心情，沿住1800年前絲路上邊無名英雄所走過嘅足跡，繼續向西前進。
攝製隊今次嘅收穫真係唔簡單嚇。嗯雖然喺本世紀初已經有幾隊外國嘅考古學家去探險過，但係佢哋嘅收穫咧，始終都冇今次咁豐富。我諗樓蘭嘅迷今次終於可以打開啦啩。咁又未必打開得晒喎，因為而家啲歷史學家呢，仲喺度研究緊好多問題。譬如話樓蘭王國究竟係幾時建立嘅？樓蘭人究竟係咩人種？同埋佢哋嘅生活狀況係點樣？咁幾時先可以打開樓蘭嘅謎啊？要打開呢啲謎，我睇唯有第日將樓蘭徹底咁樣發掘呢，或者可以揾到答案都唔定。希望係咁啦。哇！好耐冇見過咁靚嘅湖光山色，呢個就係新疆最大嘅淡水湖——博斯騰湖。呢個湖景色秀麗，風光如畫，啱啱喺沙漠嘅邊緣，唔怪得知好多人都叫佢做沙漠中嘅珍珠。天山融雪嘅水積聚喺呢個湖，然後經孔雀河流到我哋啱啱離開嘅羅布泊。哇，King Sir，我哋有冇行錯路啊？靚得咁緊要嘅，究竟係咪新疆地方嚟㗎？羅志強，好多人都好似你咁諗嘅，以為去新疆行絲綢之路呢，就梗係冚唪唥都係沙漠㗎啦。其實新疆都有啲好靚嘅地方嘅，正如頭先嗰個博斯騰湖呢，嗰啲風景真係勝過江南景色添。新疆嘅地方對比得咁大㗎，我哋啱先離開啲樓蘭咁荒蕪嘅地方，就嚟到咁靚嘅地方，真係以為自己發緊夢。我而家喺度諗啊，古代嗰啲寂寞嘅商旅呢，如果經過咗白龍堆嚟到呢一度呢，真係好似喺地獄嚟到天堂一樣啊！我淨係睇畫面都有咁嘅感覺。King Sir，其實博斯騰湖離開樓蘭有幾遠啊？我哋睇睇啊。好啊。嗱，呢度就係樓蘭，呢度就係博斯騰湖。博斯騰湖呢，就喺天山南路庫爾勒嘅附近。King Sir，如果我哋沿住天山南路一路向西，可以去到咩地方呢？嗱，古代嗰啲商旅呢，沿住天山南路行，就一定要經過一個兵家用武之地鐵門關。咁啊，出咗鐵門關之後呢，就可以去到音樂之都龜茲，亦即係而家嘅庫車。一夫當關，萬夫莫敵。呢度就係古時被稱為天下第一險地嘅鐵門關。但係今日嘅鐵門關已經再無險可守，因為呢度已經起咗一條水壩。以前嘅天險，而家已經喺湖水之下。出咗鐵門關向西，沿住天山南路行300公里，就可以嚟到天山南路最大嘅綠洲庫車。庫車喺古代嘅時候叫做龜茲，係控制天山南路東西貿易嘅要衝，非常之繁榮。庫車有人口304000人，幾乎全部都係維吾爾族人。史記曾經咁樣記載過庫車：城如長安都，宮殿壯麗。而家大家見到嘅呢，係庫車嘅的士，搭一次大概要俾人民幣1毫子左右。
今日富車嘅的士生意特別好啊，因為今日係墟期，好多人趕住去趁墟。呢啲就係維吾爾族人最中意食嘅串燒羊肉，一串只係賣人民幣1毫子啫，認真抵食。咦？唔知睇一次 show 又要幾多錢呢？呢個就係富車歌舞團。對富車當地嘅居民嚟講，歌舞就係佢哋最大嘅娛樂。呢位老伯一邊打麥一邊唱歌，幾咁悠然自得。喺田裏邊工作嘅媽媽將個 BB 仔放喺啲白楊樹下。呢一首喺古代已經係富車流行嘅搖籃曲。富車嘅7月係收割嘅季節，田野間傳嚟嘅歌聲係清晰可聞。收割嘅工作告一段落啦，維吾爾族嘅農民可以輕鬆翻下。呢種跳舞音樂同埋樂器都係古代流傳落嚟嘅。富車最出名嘅係音樂，富車古代嘅音樂叫做龜茲音樂。相傳琵琶係由富車傳入中原。羅志強，中國最大嘅石窟敦煌莫高窟你就睇過啦。咁你知唔知道中國最古老嘅石窟喺邊度？哦，呢樣嘢我查過噃，就係喺富車同埋拜城之間嗰幾個古老嘅千佛洞。我而家有個古仔關於千佛洞嘅，我講俾你聽好唔好？好啊，最中意聽古仔啊，講嚟聽下。古代有一個龜茲國，咁佢嘅國王呢就有一個女，就好中意一個年輕嘅音樂師。咁但係個國王呢就唔中意個女嫁俾佢，於是呢就出咗啲難題嚟刁難佢。咩難題啊？咁佢話嗱，如果你喺1日1夜之內呢，能夠作得到1000首歌，我就將個女嫁俾你。本來都唔係易噶啦，不過作為一個音樂師咧，我諗都有可能啊。係啊，結果佢真係作咗1000首歌啊！咁冇事啦。咁又唔係喎，個國王呢都唔准個女嫁俾佢。佢話我仲有一個難題要俾你，如果你喺1日1夜之內呢，能夠起得到1000個石窟，咁我就將個女嫁俾你啦。1000個佛洞啊！哇，呢樣嘢難啲喎。係啊，咁佢用咗好多嘅精力呢，先至係起咗999個。咁剩翻個點算啊？結果佢就死咗啦。咁咪真係可惜啊！喂，King Sir，你呢個古仔係咪真㗎？當然呢個古仔只係傳說嚟啫。不過呢，就可以證明古代嘅龜茲，亦即係而家嘅富車呢，就有2樣嘢好出名。一樣呢，就係音樂，另外一樣呢，就係石窟。富車城東北大約20公里，喺富車河上游嘅附近，遺留咗西域最大嘅佛教遺跡——斯巴西古城。當年玄奘法師唐三藏曾經經過呢度，佢形容呢度係世界上最豪華壯麗嘅佛寺之一。但係而家已經再睇唔到當年輝煌嘅樣貌。1903年，日本嘅大谷探險隊喺斯巴西古城掘出咗一個木箱，箱裏邊裝咗一個好普通嘅黑色舍利容器，但係捽咗嗰啲黑色嘅顏料之後呢，一個七彩繽紛嘅容器就出現喺我哋眼前。呢一幅係樂隊圖，樂隊裏面有鼓、琴同埋長笛，仲有跳舞啲人添。
由呢個舍利容器可以見到庫車自古以嚟已經係音樂之鄉。流行曲大家聽得多啦，有冇興趣聽下200幾年前嘅流行曲呢？歌名就係《像月亮般美麗的姑娘》。似乎讚美女性嘅說話，幾百年嚟都冇乜改變。庫車城嘅西邊有一條已經乾咗嘅河，呢條乾河隔離就係庫路斯加哈佛洞。石窟全部有46個洞，係公元3世紀到4世紀嘅時候所建造嘅。呢度有好多壁畫，呢啲壁畫多數都係有關古代樂曲同埋樂器。庫車音樂之鄉嘅名又再一次得到證實。大家可能留意到壁畫上邊所有天使嘅眼都俾人挖咗。原來當時嘅回教徒相信，如果俾啲天使望過嘅話呢，就會帶嚟不幸。於是嗰啲眼全部都俾人挖走晒。香港嘅婚禮大家見得多啦，想唔想睇下維吾爾族嘅婚禮究竟係點呢？花車係一架貨車嚟，新娘同埋送嫁團由樂隊帶頭，浩浩蕩蕩咁去到新郎嘅屋企。新娘後邊呢就係雙方嘅媒人同埋新娘嘅父母，仲有一大群人跟住嚟趁熱鬧添。新娘連人帶氈抬過門口嘅火，意思就係克服種種嘅困難。新娘入屋之後就開始喊啦，因為根據習俗呢，就嚟出嫁嘅女仔係一定要喊嘅。由今日開始，佢就係呢間屋嘅主人。樂隊喺度唱嗰啲婚禮嘅歌曲，送嫁團呢又開始跳舞。呢個係新郎哥，大家一齊圍住佢喺度跳舞。婚禮達到最高潮。羅志強，遲啲你去到新疆，經過一片嘅草原嘅時候呢，你可能會見到有啲人騎下馬，就突然間落晒馬，然後就向住同一個方向喺度拜。喺度拜咁得意嘅，拜乜嘢啊？拜山啊？係就係拜山，但係就唔係拜祖先山墳嗰啲山喎，而係拜佢哋當係衣食父母嘅天山。哦，我知道啦。天山對於當地人嚟講好重要嘅，因為佢面積好大嘅，大到可以將整個日本嘅列島咧蓋喺下低嘅，亦都係佔新疆總面積嘅1/4咁犀利嘅喎。係啊，但係天山嘅重要性呢，唔淨止係佢面積大，而且佢嘅天然資源咧係非常之豐富嘅。咁啊，仲有呢，佢山上面嗰啲雪融咗之後，一路流落嚟呢，就可以灌溉天山北路嗰啲草原同埋啲綠洲。咁所以佢哋真係當天山係衣食父母嘅。天似穹露，籠罩四野，天蒼蒼，
野茫茫，風吹草低見牛羊。天山係橫貫新疆中部嘅山脈，東西長2500公里，有1/3條絲綢之路咁長，平均高度超過4000米，最高嘅山峰高度達到7435米。天山高聳入雲，山頂終年積雪，所以又稱為白山。天山除咗礦產豐富、森林茂盛，亦都係一個天然牧場。唔怪得知，對於當地嘅人嚟講，天山就係佢哋嘅衣食父母。喺天山嘅博格多山山頂有一個高山湖，就係天池。相傳西王母就住喺嗰度，周朝嘅穆天子就係喺呢度同西王母相遇。究竟西王母同穆天子有咩關係呢？西王母咧響天池咧就同周朝嘅穆天子咧送別嘅。咁一般嚟講咧，好多人咧都話以為呢個西王母咧係異族嘅女王，同周朝嘅穆天子咧有多少兒女嘅私情。咁到民初嘅時候咧，有個學者叫顧實咧，佢寫過《穆天子傳》嘅考據，佢認為啊，呢個西王母咧根本就係周朝穆天子嘅女。咁周朝穆天子咧就留低個女啊，響嗰度嚟到咧助陣啲蠻夷嘅。天池的確係人間仙境，唔怪得有一個咁美麗嘅神話。呢個就係巴里坤湖，漢朝嘅大將竇固就係曾經將匈奴趕到嚟呢度。巴里坤湖喺天山北路，而呢啲烽火台就係喺巴里坤湖嘅旁邊。烽火台沿住湖邊建築，每隔5公里就有一座。古代嘅駱駝隊就係以呢啲烽火台作為路標，由東向西或者由西向東去完成佢哋絲綢之路嘅旅程。呢度亦都曾經係漢族、匈奴同埋突厥佢哋所爭奪嘅軍事要衝。13世紀嘅成吉思汗亦都係由呢一條路一路去到西方。呢度就係唐朝所設立嘅北庭都護府。所謂北庭，就係指天山北路；都護府就係管理軍事同埋政治嘅司令部。北庭都護府同喺天山南路嘅安西都護府遙遙相對，控制住天山兩邊嘅絲綢之路。哇！呢隻鷹真係威猛，點解俾人蒙住隻眼嘅？解開佢睇下佢先。哇！呢隻鷹真係大隻，佢雖然只係得半歲大，但係伸開兩隻翼呢，足足有2米長。佢而家喺度接受緊訓練。而佢嘅主人就係一位獵鷹人。我去過天山北路咧好幾次啦，都好多個月。但我第一次咧去到嘅時候咧，
最覺得有興趣咧，就睇到老人家，尤其是有隻鷹喺上邊嘅獵鷹人。咁嗰陣時，我開始咧就去揾下佢做咩咧，先發現到佢而家係用嘅鷹嚟打獵作為一種嗜好嚟嘅啫。而只有帕米高原上邊另外一個族咧，先至係同樣有咁嘅獵鷹人。佢哋咧成日都帶住隻鷹咧去沙漠裏邊打獵，因為沙漠裏邊打獵嘅時候咧，用鷹係比較用狗係容易攞啲獵物翻嚟嘅。攝製隊去訪問獵鷹人嘅一家人，呢一位就係佢嘅女。咦？佢想做咩呢？哦，原來係拖隻馬仔去佢媽媽嗰度飲奶。咦，唔係噃，原來係用隻馬嚟引佢個媽媽，然後再繼續揸奶。聰明就幾聰明啦，不過陰公啲啊。呢啲係咩嘢嚟嘅呢？啊，唔好誤會啊，唔係番梘嚟啊，呢啲就係馬芝士。普通芝士大家都食得多啦，有冇興趣試下呢啲馬芝士？史記曾經提到2000年前游牧民族嘅生活方式。呢啲游牧民族為咗尋求草原，經常周圍咁移動。佢哋嘅家畜有羊、牛、馬，甚至駱駝。游牧民族一家大細都係依靠住呢啲家畜，佢哋食佢嘅肉，飲佢啲奶，又用佢哋啲皮嚟到做衫。獵鷹人嘅一家人為咗揾新嘅草原，悠遊自在咁由一個地方搬到去另外一個地方，就好似返去2000年前嘅生活一樣。哈薩克族係聚集喺天山北邊山腳嘅一帶游牧民族，佢哋驍勇善戰，尤其係善於騎馬。佢哋同一般嘅游牧民族最唔同嘅地方，就係性格急躁輕浮，但係胸襟廣闊，而且特別好客添。哈薩克族咧最重要嘅係每年有一個長途賽馬俾細佬哥嘅，係啲細佬哥成長嘅一個重要過程裏邊。但係佢哋一出去都係3-4個鐘頭。咁喺呢個冷場中間咧，佢哋又有啲摔角啊、姑娘追啊，同埋雕羊嚟助興。尤其是雕羊係嗰啲成年人咧代表力嘅表現，因為咧騎喺隻馬裏邊拎住40幾磅羊已經唔簡單，仲要去搶添。咁咧佢哋個個啲後生仔咧30零歲咧都會參加，有啲後生啲，有啲老啲，就基本上邊咧係睇下佢哋嘅體力點樣樣。嗰啲騎士一路不停咁喺度爭嗰隻羊，睇起上嚟十足好似喺戰場上邊一樣，越戰越勇。哈薩克嘅青年人另外一種遊戲呢，叫做姑娘追。你睇下幾咁浪漫。
羅志強，你係搜集資料㗎？係啊，咁你可唔可以話俾我聽，香港嘅馬迷有幾多人啊？呢個數字又冇咩官方數字嘅。不過我認為咧，可以大膽啲講一句就係話，香港3個男人之中咧，起碼有一個都可以叫做馬迷㗎啦。係唔係㗎？你靠估㗎咋係嘛？呢樣嘢係靠估啊，真係。不過有一個數字又唔係靠估㗎喎。嗱，上一個馬季嘅投注總額咧係達到120幾億嘅，大大話可以起2條港島地下鐵嘅支線。咁啊接近啲。咦，King Sir，我哋講緊絲綢之路噃，點解突然間講起馬上嚟嘅？係你唔知咩？絲綢之路同馬好有關係㗎嘛？係咩嗱，你可唔可以話俾我聽，中國第一個馬迷係邊個？King Sir 真係難我啫，呢啲資料去邊度揾噃？嗱，我可以咁樣講，中國第一個馬迷呢，就係漢武帝。漢武帝皇帝嚟嘅喎，點可以算到馬迷啊？嗱，咁你話俾我聽啊，漢武帝派張騫出使西域，究竟係為乜嘢啊？有2個目的。第一個咧就係聯絡西方嘅大肉之國，夾擊匈奴；第二個目的咧就係叫張騫揾一啲靚嘅西極馬翻嚟，然後加強佢騎兵嘅實力嘅。冇錯啦，就係西極馬啦。張騫只係帶咗10匹西極馬翻嚟啫，咁漢武帝都已經高興到不得了啦。咁你話佢係咪一個馬迷啊？咁又係喎。呢啲係西域最優良嘅馬種，盛產於伊犁。伊犁係位於天山北面嘅山麓，係中國境內極西邊嘅一個城鎮，所以呢啲馬又叫做西極馬。漢武帝非常之欣賞呢啲馬，所以佢又俾咗佢哋一個稱號，叫做天馬。其實無論西極馬定係天馬，都係漢人俾佢哋嘅名稱啫。伊犁即係古代嘅烏孫國，所以呢啲馬原本應該叫做烏孫馬。而家伊犁大約有35萬匹品種非常好嘅馬，佔新疆馬總數嘅1/3。《三國演義》嘅名將關雲長嘅愛駒赤兔馬，亦都係呢啲馬嘅品種。伊犁馬嘅速度平均喺1公里路程跑1分15秒4，而且耐力驚人，閒閒地跑半日都唔需要休息。真係不愧為中國馬當中最佳嘅品種。張騫出使西域，成功咁將烏孫馬帶翻嚟俾漢武帝。烏孫王知道漢武帝非常中意呢啲馬，後來就以1000匹良馬做聘禮要求和親。漢武帝一口就答應，以世君公主嫁俾烏孫王。從此呢，大量嘅馬就運入咗內地，而內地就以絲綢用嚟交換，亦即係所謂絹馬交易。唐太宗先後騎過6匹烏孫駿馬，為唐朝立咗好多汗馬功勞。而家我哋所見到嘅就係唐太宗下令雕刻嘅超齡陸駿，係中國嘅珍貴文物。草原係最好嘅牧場，喺呢度河道縱橫，水清見底。古代嘅匈奴人、烏孫人同埋而家嘅哈薩克族人，就係利用呢啲咁好嘅牧場，孕育出馳名世界嘅名駒。奇怪啦，King Sir。點啊，羅志強，你又喺度揾咩啊？嗱，我想鑑證一樣嘢，King Sir睇睇啊。呢啲喺新疆住嘅人啊，其實係咪中國人嚟嘅咧？你睇下，個個都似西人咁樣嘅。嗱，呢點我就要咁樣解釋俾你聽。中國咧就係一個有好多種民族嘅國家嚟。
咁就其中有55個民族咁多嘅。咁好似我哋呢啲漢人呢，就佔咗94%，剩翻落嚟嗰6%呢，就係其他嗰54個少數民族啦。嗱，咁呢啲呢，就唔係漢人喎，就係中國嘅維吾爾族人，但係亦都係中國人。咁有關佢哋嘅資料咧，我手頭都有嘅，就係新疆13個民族之中咧，維吾爾族人咧就佔最多。大約有4個新疆人之中咧，3個都係維吾爾族人嚟嘅。我知㗎，但係你一個人去到新疆嗰陣咧，喺佢哋嘅眼中，你就變咗少數民族啦。咁啊喺我未被人當係少數民族之前呢，我哋睇睇我哋眼中嘅少數民族究竟生活習慣係點樣樣嘅咧？佢哋係天山山腳嘅少數民族。今日對佢哋嚟講係一個非常之重要嘅日子。佢哋而家趕住去參加天山遊牧民族每年一度嘅墟期。今年嘅墟期係7月13號，地點就係喺天山北路嘅賽里木湖。中日攝製隊日以繼夜咁趕到嚟呢度，除咗想參加呢一個盛會之外，仲想有機會係見多啲天山北路各種遊牧民族嘅面貌。賽里木湖海拔2000米，非常之接近中蘇邊境。呢度平日人影都唔多過嘅，但係今日呢就非常之熱鬧。聽講呢幾年少數民族嘅購買能力提高咗好多，為咗滿足佢哋嘅要求，喺北京同埋上海運嚟嘅貨品亦都特別多啦。貨品包括有布匹、文具、成衣、鏡、番梘等等嘅各種日用品。呢啲黑色捆咗邊嘅花布，聽講係最受當地婦女嘅歡迎。愛美的確係人嘅天性。係呢位阿伯喺度賣緊啲餃子，佢話啲餃子係用羊肉做嘅喎，你想唔想試下？嚟呢度趁墟嘅人個樣都有啲唔同。嚟呢度嘅人呢，包括有維吾爾族人、哈薩克族人、突厥族人、錫伯族人，仲有啲呢，連攝製隊都唔知佢哋係邊一族嘅喎。喺呢度可以講，絲綢之路上嘅商旅，的確係來自四方八面。天山山脈嘅積雪融咗之後呢，就流入呢一條伊犁河，然後一路向西，越過邊界，再流入蘇聯嘅巴爾哈雜湖。攝製隊繼續沿住天山北路前進，呢一條叫做草原特快超級公路，山巒綿延不絕，公路迂迴曲折。咁秀麗嘅山色，相信古代嘅旅客長途跋涉嚟到呢度，都覺得輕鬆咗好多。呢度係伊犁地區嘅清水縣，呢條直路嘅盡頭就係中蘇邊境。攝製隊要求繼續前進，但係公安局唔批准，因為只係有住喺邊境嘅人先至可以繼續向前行。呢度離開絲綢之路嘅起點西安係4520公里。隋朝史書《西域圖記》曾經咁樣講過：天山北路出哈密。
經巴里坤，越過伊犁河，而至羅馬。羅志強，係頭先我哋啱啱睇完中蘇邊境嘅情況呢，就令我諗起一段新聞。呢段新聞呢，就係話喺新疆中蘇邊境貿易呢會重新開放。咁唔知而家開放咗未呢？我都唔知啊，因為收尾好似又冇乜消息咁樣。不過唔緊要，King Sir，遲啲我會親身上去睇睇，然後翻嚟講你聽開咗未？好，嗰啲等你翻嚟先至講啦。不如而家我哋睇一睇下個星期絲綢之路呢個精彩片段先。和田三寶究竟係邊3樣嘢？你想唔想知道啊？回教徒喺客集嘅艾提加廣場，佢哋過年嘅盛況究竟係點樣呢？最古老嘅貿易方式，而家仲喺絲綢之路嘅邊境進行緊。你有冇興趣知道詳細嘅情形呢？帕米爾高原嘅險要景象，一生難得一回看，大家千祈唔好錯過。咁下個星期，我哋再繼續我哋嘅絲綢之路嘅旅程。天蒼蒼，山隱隱，茫茫途路，沙灰灰，樹掃掃，白白野草，參參絲，細細看，共覓成塘看號。戈壁灘沙丘間，亭亭看風，邊關中野照裏，盈盈送土，找心跟我與你共覓面前大道。湖畔上前路，同攜尋正道，願共你同去。